这时咧到延期伫度煮饭，给得按聪明的科技新贵吃饭。哦，这选你的东西哦，选这句还会变聪明哦。系啊。那个蒜头，哦，要配香肠是？哎，有吗？两。cái vũ hình ấy chỉ cả chủng này là 哦。yêu vũ à xem như ở sở hạ công nó是嫁的那你呢？妈妈这个啊无私的爱，好感动哦。俺肉一摆吼，俺不卡洗肉，我一回家，哎呦，等一下故意在开我，他莫专用。真的假的？万切嘿，还紧紧的啊！哦，勾芡可能哦，要剪到剪到，要学下剪的哈。其实两种菜有啊，冻简带啊。你抽到绞肉当然简单。爱冻饭哟，没有，冻球莫安用呢。来，请上寿桃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韩剧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保养สุ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谢民族。爱撞把跳。今日动发戏又过来到新竹的特别的咯，新竹啊吼，你就算行的10年没行唔高呢。哎呀，虽然讲吼，你看有新竹市、新竹县、太新竹体系都发现到各大乡镇啊，都是这个熬人辈出。哎呀，大摆那个来宾吼，记得分享个经典啊，学个东西哦，分享分贴。对，没有重复哎。哎呀，好厉害哦，太厉害。好，三好了呢，马上就要分享到今日的评审欣赏，提前了分享到给安永芳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嘅，大家好。阿芳哥好，大哥咧係非常正嘅秀牛韓秀師傅。哎，大家好，又好看到。嘿啊，最近都在忙着比賽啦，真的，一直拿獎金呢。哇！等一下慢慢來讓大嘴鼓啦，哈。我們節目的師傅啊，真係都一等一稱讚到位哦，又有愛心又有實力。冇錯。好，三好人呢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集，風水係來自於虎橋嘅古樹兩島。好，馬上有看到分享邱永基、老顯真記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台風好穩哦。哎呀，大哥咧看下咱水里片咪係來是虎橋哦，記得係表姊妹哦，兩把阿姐咯，朱賢姐阿姐。哇，歡迎。其實咯，唔點哦，潛水站都默默的在家裡會練習走台步，因為他發現了上力節目唔單槍，會不會煮菜，還要很有。你看，他就躺出了一個性灌度，就動。有點有那個 tempo 在的，會緊張。好，每係都虎橋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老太下推薦一下。老虎橋山檔有講到牛茶驿站啊，哈。哦。給大家有該戰茶該。展示啊，哈，2年的時間哈，睇搞會去嗰山檔看嗰風景啊，哈。牛茶驿站，嘿嘿，好哦，下禮拜來哩。我虎橋咁單場又是搞嘅素菜，唐公還有一件哦，凍好食嘅東西哦，而且是我本人最愛係買東西。三輪車，芋泥，芋泥哦。哦，我想說三輪車是你的最愛，我嚇到了。一定要講是什麼？還有甜的，有他買凍好食噶，誒，熱的芋泥，芋泥咁啊，介佢做燒嘅啊，做燒啊，做冷啊，全部做得。唔可能都喺度虎橋哦，凍到好高嘅素菜名句。也有三輪車加老太太。哎呀，早5毛要給1塊嘞。哦，現在還找得到嗎？找不到。好了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肉蛋。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啲會儲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廚會因為太緊張亂分毛。還有兩廚冇儲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好，其實咯，我做講居叫無夠嘅料理風流蛋，有冇上癮呢？啊，冇啊，沒有。喜歡被嚇。自從呢今年的規則改成主持人不用下廚之後，我壓力就冇安泰。不過兩位師傅嘅想法就冇共同咧。啊，今日我做嘅菜式係乜嘢？魚香茄子。魚香茄子怎麼的嗎？要魚臭吧？魚臭茄子。要講呢？香港根本要換個主題啦，係換牛肉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來，馬上嚟，衝擊，好，來，好，等下。
讲剪刀石头布，过后再猜拳了哈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来圣诞节，圣诞节，你好，要到了。哦，确定了。好，1、2、3，恭喜寿桃，长命快乐！有这一趴吗？没有哈。哇，好，今年贵庚啊？他快要过生日，他生日快到了，真的，12月25号，亚胆街的，圣诞节，好，秋中阿姐，先不要开心的太早。朋友来刷，好，要的，好，1、2、3，还不错啦，好单呢，OK 啦。好，来，先拿点，先拿点。又没有英雄用武之地了，系啊，讲球魔用的。这个其实咯，初冬年代色彩最难，最难，因为我做出冇球用。因为才刚全水果该正常版鱼香茄子。好了，不然你打开看看，可能不是啊。1、2、3。哦，我只能说谢谢了。平淡无奇啊。好了。好，可以好了，来了。看来大家都不是太满意这个结果啦，哈。你跟我们怕，就是喜欢你们这样不满意。等下到时候就是意想不到的料理，马上就有金好体育馆的挑战。这体育馆呢，有个鱼香茄子哈，两组都已经各个出到去开食材了，还是只有讲哦。南翠有一些挑战了哈，好来，风吹的两个姐姐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当然就要去到5片哦，不过还谈款南翠嘅上映哦，南翠2片有信心冇？有，你看还谁上？哦，加油哦！好，两翠都已经准备好势，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走咯。一个梳头啊哈，慢点上诶。制作单位啊，应该。就身大不爱看，然后你就选的那个，哦，就你选的啦。我前面当困难啊，不过好多人家还有问过啊，地盤係冇爆東西嘅。可是有爆嘅當好食，迄個爆嘅鳳條啊，把當好食咧。可是鳳條甜嘅，等一下魚香茄子。但是單純是我自己喜歡吃。哦，這是款魚片用半熟。我老唔講哦，我要姐姐時咧到延期啲都煮飯，記得按聰明的科技新貴吃飯。哦，選呢個東西哦，寫天氣會變聰明哦。係啊，應該係啥粉係嘛嘅？那個是酥漿粉，哇，煮飯嘅工廠嘅年啊，就是啦嗬。有363元。哇，當年都係煮按多年色啊。然後冇做，退洗回啦。我條辦。哎啦，值錢啦。以後兩個師傅排攝，佢可能比人家的還較強哦。冇啦，佢睇木菜呢。原本以為幾飛本啊學啦。啊，基本上魚片哦用慢處理啊。愛做天。就我的方法不，我管人家的啦。我们今天不厨师帮我，青菜夫啊，青菜师傅帮了。他得帮忙啊！你本身没就会师傅，是帮忙吧？你本身就会师傅啊，所以师傅啦。其实他们两个都给你知道当欢喜呀，当跳哦，当跳的嘛，哎呀，当跳啊，有那几飞哦。当天是嘛？我讲嘅鹽，呢啲本係鹽巴。我問一下賢珍姐，你係喺平嘛㗎？平要何來那邊群提師家啦，咁當然識啦。哦，係啊，俺要幾歲本來都要學習啊，俺要學上天時，原來俺爸都安講。差唔多喲，難得啦幾歲喲？差唔多嘅吧？差唔多。我喺啲新狂雞片好嘅。好一下。好。哇。哇！2片剑挑哥哦哈，半煎炸啊！我要問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哦，就係等一下該壽桃用半煮咧。用煎，用煎咧，要不然煮面面的是唔得啦。哎呦，厲害呢！係啊，用煎啦。哎，剛剛他就做得煎呢啊。我平下煎愛嗎？愛嗎？他上時間啊。我哋啊，係啊，好不好？做對啦。好，阿 U 幫你倒一下哈。好。你講聽就聽哦。這樣可以。哎，剪腕都有嘿。啊，煎的哦，沒鋪的哦，沒鋪啊，煎啊，哎，可以的，好，可以，盤子。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茄子煎得好漂亮，很漂亮哎，我請你幫他倒一下。可是有些還沒上色呢。
怕黑吗？老给逗后哎，用逗哎，啊，对，你这样子压它，它就变形。这油不要太多了，哦，太多油了。哦，这样啊，你怎么？哎，好压，而且不会变形啊。对。好，油太多了，油太多。哎，那这个要，那你没有油会差。这个要煎这个嘞。啊？哦，对。啊，不能煮啊，下午带有吗？啊，你在这边煮。哦，你还好。强下炒系啊？你有先炒嘛噶？这个葱。哦葱哦。这个。哎，你有很听哦。哎。你怎么想到说这个可以用干煎的？抽到这个就是要这样。没办法啦，意思就是衰就衰到底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才不会嘞，才不会嘞。很幸运呐，我幸运去的。寿桃哎，很好嘞。而且它本身有祝福的意味嘛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这来哈。见就好。哦，要破案叫哦。哟，好多豆浆哎。你们十吧，他冇按好破啦。来，你等一下可以再回去回炸啊。来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哎，你有用的呀？用该种你要要用的吗，姐姐？哎，用确定？哎，确定啦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哎，你用那电一破后，要穿一破后，这样不用。哦，好。可是我们用啥会煮呢？秋龙姐，你会做嘛该？哎呀，这用要破完嘞。我觉得你可以再用豆哎，用豆哎，这样抖落去。啊，抖落去哦。哎呀，你这样夹它就碎掉了。对。哎呀，这都是厉害呢哈。哎呦，抱歉，咱们厉害哦。哎呀。哎，你要再给它抢酥一下吗？基本你看看圆圆的哦。圆。哦。好，真的。你可以再把它加热到240。你没有按到。用把吸后哎。好了。回锅了哈，没有简单。回锅，然后你把给雕出来，可以不用那个洗液底度用高油就好哎。做的。呀哈，滚的了。好。一下嘛哈。啊，等一下主要抢师傅做走啦，配料哎，打部分啊，调米啦哈。调米。哦，好。那雕出来还没差不多哎。那比熟。哦。好，啊，你等一下先咸哪一啥？你有蓉吗？他忙系啊？哎，忙。汤匙拿起来。哦。要回炸了吗？好，要现在就可以回炸。你们2个有沟通好吗？可以啦。好。好，那哎，你还没就搞本厨师哎？好，厨师帮忙。天送哎。好，你想要抢嘛啥？抢那个极大厨师。好，帅哥。好。等下是预3音走得走哦，哈。来，看好嘞哈。我来计时开始。我顺口。好，要配香肠是？哎，有吗？等下。哦，估计可能哦，要变到见到要下边的哈。哦，你要豆瓣酱又要炒不一样。好。啊，你还有啊，应该拖到下灶对。我按转的。好。等下调色的。炒不一样，通。哎，用1点就好了。其实徐师傅，这是我们秋蓉姐在考你呢。对，来给做就不会啦。你讲的，我啊，大厨师冇用用啊，冇用哦。嘿呐，佢做诶，你等下变好学啦。你等下2片2只好的时间落落。当我定高芡落去拍嘅，我已经唔怕，你等下2只落去煮，放去煮到该自由啊，好烧的，嘿，按手吼。好，我们有那个冰。从那家全部。我倒数5、4、3。啊，未好的时间，该付出人병海出吃错的咧，哦，你要倒了放下芒，好，谢按手咧。佢头班上1点就好了哦。1点做咧。哦，好，姐姐攻守交换，我已经走了哦。好，走对了，我们还有响针剂呢。走对。哎呀，按加冰哦。哦，可以了吧？好。哦，你要有下数嘞哈。哎，对。好。这样子。好，你搞你哦。有 QQ 嘞。好，来。你是紧张。来。等下。好嘞，1、2、3，向下讲哦，预备起。主厨肯顺啊。啊，你们先马莎。美女
美女，两位一起吗？一起 together。我怕我坏了他的局。但我觉得要先夸奖一下这个煎的汉堡走的啦。哎，这个炒的也没懂强哎。哎呀，所以安是好累。我们就2道菜啊。淋上去已经好了，我要来干嘛？好累啊！我来倒数60秒。我们先跟那个玉涵师傅讲一下，我们有计时哦。因为太久没来的都会有忘记有时间这件事情。是提高讲计时开始，提高讲。哦，那个计时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好，5秒过去了。那本机后地动态呢？应该没系现炒酱啊哈。啊，对啊。需要什么？蒜头来不及。蒜头在里面。蒜头已经放下去。放下里面的。啊，汉做的切，汉做得了。哎，不过4句3天做得走哦。好啊，了，好啊，那走，对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啊，这边是煎坏掉的是？不是说的。水好。拼刀下摸下好宽的呀，你们切比较方形的嘛哈。有油，好，有油哦。家下改片摸架都有油，所以2片梅是可能摸嘛重重哦。油。等下有拉勾芡吗？有，最后芡弄好。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最后提点一下，我讲一下。等一下勾芡一下，淋在你的那个寿桃上面。寿桃上面。对。我们有多送你蛮多秒的。哦，对不起。该放紫摸嘎哈。最后放。好。赶快，走，放反太的呢。勾芡可能哦，然后变到煎到变的哈。越快吗？好。那我们差不多了，离倒数哎哈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那铁管底度哪一部卡有敢编发出来的色彩，做出来较赞的嘞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用这个鱼香的哈，来用竹呢，用黑做法，色彩都冇重要。马上呢，先对风吹了，吃看呐。哎，泡到冻红嘞，那我也是很多人觉得刚刚买皮卡斯卡这种素菜。很润哦，米头又加嘟好诶，因为吼姐姐有用心的切，我家切都切，看起来又较太低哦。那问一下，邱永基有满意吗？很满意耶，很满意。中医哈，哎，这种料理就真里面要蹦翻的啦，对，炒饭哈。来，现在进知道嘞。新同学啊，蹦翻煮的是夹粉。好，大家都看一下咱嘴里阿片哦，我们的圣洁阿姐，到第6分享一下，他们做的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。那有吃出它那个鱼片的香气吗？有啊，冻好食。啊，2发阿姐咧，好食的，冻香。不过大家都看一下咱嘴里阿片手头嘅寿桃。到底有香也冇用呢？來，吃這個呢要梳頭做哦。非常好食。有絕對嘅中料哦。有。以後是咯。韓國跟壽桃已經有先煎過，所以基本上有那種澱粉煎過香味，非常好食。因為下背後有還有剪到有些擦，古說你咬下係嘅時就有一些薯香誒。邱永基，你專業唄哦，你知道點解你煮咗用嗎？100多哦，还用嘛寿桃做啊，鱼香要茄子啊，就是咯，还做得咯，很做得哈，选择性知道嘞。金同学，哦，阿兰除了分享一下，圣洁姐，你觉得自己做的如何？又好吃的，又好吃，又像三明治的感觉。嘿哈，冻雪塔，我觉得其实不会违和嘞。那2发这类你知道嘞？那好吃啦，好吃。哎，是安尼啊，他们不好。系啊，韩国跟哈博的那个寿桃哦，因为都懂耶，荷蛋水哦，它这个淀粉释放变到甜改，咸甜，其实有冻感，系啊，赞哦，等下就要看下师傅该拼粉咯。好，金钟流马上就要先请你安永凤师傅抢本分数。哈？
好，唔怕大家看一下，邱苗和秀师傅强不服输。啊，牛棚师傅抢公平。好，按我本该蓝队的想法来讲，吼，这个茄子油啊切到可能没有平均大小啦。啊，有一地油啊，杜红啊是多有点上摸熟啦，是正常的原因啦。啊，按我本红队啊，这个调味料调得动吼，该鱼片哦，最主要会铺到冻灶，啊，佢要铺到灶，啊，有含落去落去炒个鱼香酱，有煮到干米头，煮到冻吼。啊，邱师傅你的想法嘞？红推哈，它那个切的大小切口，度厚，胆吹哈，耶，那个寿桃切的厚度也是刚刚好。但是因为是寿桃的关系，面粉，所以我们的酱料有调的比较重。这样子搭配。椰米头度厚啦，嘿啊，原来係安尼吼。不過3號了，讓我抽牙張真贏啦，因為呢出到本單色彩，要給大家有無窮嘅 surprise， 到大牛表現呢，搞本你嘅起師傅。耶！好，那個魚香茄子哦，兩隻正統嘅魚香茄子。好，不過起師傅，因為我有嘛變化冇？冇乜嘅變啊，最主要是個料油啊，會炒下香對甜，啊點嘅白香，啊點 Q2油啊，吼，射落去土嘅時節，會油溫會下高對，佢嘅色澤還會降，吼，安啲咧，吼，好，你去種強嘅絞肉嘛，吼，首先啊都先來切凍好咧，也係切滾豆，等下講個啊，好 ，Q2係啊，我會切個檔呢。丁哦，切丁哦。哦，像cái绞肉的輕刀長豆的台式。合台1公分乘1公分，要相信要慎切。我切片啊，切嗎？切嗎？唔散多。切到安泡哦。點乜少？仲安靜哦。因為我們幾乎每一關都要看師傅先來做基本的學徒的考驗。你看切到切到最基本啊。可是吼要懂膽。怎麼搞切到9啊？對啊。切到油機下香，吼，比較好入味。哦。嗰啲梅菜還會出來。每係先梅椒都要成日看到姜媽個夾。按切到9它挑不出來。對啦。他就整道都不吃。先出來然後。先出來哈。咁你放蒜頭。哦。要配香腸子。有冇？兩。唔識啊哈。所以皮料的部分，然後大家差唔多啦哈。蒜頭咪係切末啦哈。那我問一下，因為該下冷水哦，該蒜頭係，然後該沖發的時間強下是落去嘞。啊，那個紅隊是蛋腸會比較蒜頭，香度會有差別嗎？會啦哈。用兩個就是切蛋哈。哦。你看，外鋪的時間冷切，因為佢平下貴油啊，佢會氧化。啊對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氧化會變膚色咯。會變膚色。啊，你咪做咧切的時陣，你就要浸水啦。哦。呢種啊，就風加叫我差唔多浸。係啊，然後先別去。風啊，水。唔怕。剩那麼多絞肉，剛才就分我們就好了。係啊。啊，別咧煮肉又嘛個烤嘛。本佢別到個焦焦樣是做的，其實兩種菜油啊，凍簡單啊。你抽到绞肉當然簡單。該多分喲。哎呦，凍椒冇咁容易呢。來，請上壽桃。壽桃係啊。好，你看你安已做得哈，生腰哈，生一對哦。有啊，你看，兩色有醬嗎？有哈，你看。是，好強㗎。因為溫度差唔多係170到180落去。哦。因為佢切下細細啦，所以可能個時間啊下夾。生一對哦，哈。唔會。哎呦，有行看，都凍好看哦。你看我哋下多麼平油哦，哈。乾煎啊，乾煎熟，因為點嘅油啊，油哈。油。好，你下豆瓣醬，用中間。哦。用下。可能個狗肉還蠻熟哦，總得電腦機圈手上落石頭吼。像你啊魚香茄子嘅豆瓣醬，會用辣的係嗎？辣的，唔會講凍辣吧？你到底用不用按到魚香嗎？對啊，哪來的魚？兄弟嘛，
我们好像有问过这个问题。我们考大家，好，干嘛我用啊？鱼香的鱼，为什么？用煮鱼的酱下去煮。鱼的酱，这样就煮鱼呀，一般都会用葱姜蒜呐、辣椒酱油啊。先不公布，汉玉马上去打完吗？应该是它配料的问题。配料煮鱼的时候会加那些料，然后吃起来有一点像那个跟鱼煮好的时候的味道有一点像，所以。答案係嘛嘅咧？答案係佢講嘅冇唔錯，因為你係魚香嘅醬是煮嘅，哦，煮好厲害哦！哎，張博謙，你說要給人家加分的，你自己要負責哦。哦，加分啊！加在我性灌肚啦。cái mũ hình ấy chỉ cả chủng này là yêu vũ à sinh ở xã Hà Công那是嫁的哦，那个呢？媽媽這個無私的愛，好感動哦。然後又一白吼，來不卡時我一回家，哎呦，等一下一隻跳啊，佢冇專用。真的假的？萬聖節太緊張咧。我哋要啊，所以嘅時間用下啊，創法用下。安尼就50秒，之前再去用，之前再去用吼。你看，嘿，你看，人家差不多了，你看，頭頭醬油啊，你看，你茄子也是有哈。啊，你有拉勾芡嗎？唔係，唔係，要叫唔係，因為你牙齒差不多，你看，要弄牛油啊，牛的時間烏醋，哦，一點，提鮮啊，差不多咯。哎呦，凍姜哈，凍姜。大廚師做的不一樣，就不一樣。因為他抽到的食材也是蠻好的。對。佮留一些蟲的某東西炒哦，讓狗狗點綴一下哈，太厲害了。好，等一下本他可以愛。好，魚香茄子。按鈕去後 C 咯。正宗嘅魚香茄子哦，睇起嚟 Q 好嘅品嘗看呐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哇，異口同聲嚟大家。而且整件我切到細細塊嚟吼，當做啲以後咬一下，起碼個料都有10多萬呢。這樣檢測用辦？哦，也喺度磅翻吼，最幾好問題。係咩？馬上。哎呀，韓國生活對，豬肉標得真香，學到清茶飯哦。茶飯哦，廚師確實不一樣，大廚師真行。好食好棒哦！好，跟問一下吼，聖傑阿姐，你覺得呢？好新哦，沒有想到說用切丁的那麼好吃。阿兩把阿姐咧，感覺以前安尼該梅頭油啊，差唔多嚼落去啦，做到差唔多看到。哎呀，真係唔簡單哦，真係唔簡單，暗邊就嚟煮咧，暗邊早就嚟煮咧。所以假時吼，大家去到在搞用吼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哦，因為師傅有功力嘛。大家改好，異口同聲去哦，都好選，非常厲害。真嘅哦，睇起嚟啲都還係有細嘅條哦，不管米頭樣條，餡料樣切，好起來哦，這是經典的菜色。不過頭前呢係一畢業，馬上出來進行最風靡館嘅挑戰。料理有意思。踏出料理嘅背後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好了，其實呢，現代人哦。早晨頭呢上班壓力很大，下班嘅過後呢最好就湊一下朋友啊，跟我來一熱炒店啊，談天說地，稍微喝點小酒放鬆一下心情。嘉博謙，你喺呢度嘅倒閉，應該是沒喝酒啦，哈？因為我都沒選酒啦。啊，你點什麼菜？啊，菜哦，客家嘅客家小炒，客家蔥肉啊。哦，跟你懂咱們對，而且那也是必點。
而且冻鞋它蹦丢用下选，抽，而且听说啊，网络上票选，两个票选哦，热炒店睇起来店最多的黑马干点么？睇个团款，团款呢？最长点的哈，对，台中呀，蒙利哈 Q， 没有，唐贡啊，后呀都面路当中，太气嘎调查出来，最中意去热炒店吃的是金沙那列的金沙系列的，就是我不会才要去点的嘛。金沙系列呢，没那种懂死行啊，后在热炒店里面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挑战非常有创意哦。哎，你两个题目呢，我们都阿布卡热炒吹蛋，哦，都在阿布卡呢，要给。快炒出来嘅料理係咪介先嚟可以係風吹不卡啲度，胡椒蝦、芋頭胡椒蝦，胡椒下鍋啊！做乜嘅我做啲出料理？你外來啊，吼，細人啊，都禮拜一到禮拜五上班啊，都冇辦法講啊，總係食下小酒啊嚟呢。啊，其實講啊，老闆是唔放心啦，啊，我就想說那。麻煩媽媽做健康嘅飯係幫助啦，講好啊！啊，既然老闆是叫唔得木卡嚟做嗬，木卡是安心嘛。哦，不是就最後做呀呢，芋頭胡椒蝦啦，養生啦，啊，你就講哎呦，媽媽很好吃呢。哦，於是就叫我做這道菜，他要下酒啦。哦，你眼睛啦。媽媽哦，講到生也好食菜哦，家人講到懂挑。像我們家裡面呢，我跟我哥哥嫂嫂就講好說，不要跟媽媽說我們太喜歡，因為會連續1個月都有看到。真的，一定要滿OK了。好，那很期待哦，這樣子吹，而且今天這一關根本就是陷阱題啦。因為冇酒，真的冇酒。哦，好了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今日我做副釣下啊，按你冷水今日我做嘅熱炒料理係嘛嘅？香辣豬頭皮。哦，豬頭皮哦，豬頭皮，嘿，很適合喝酒呢。係啊，我做嘛該唔做兩套料理？哎，老公愛吃的。啊，你老公為什麼特別點這一道？他有很多朋友，常常會到家裡來啊。這個是家裡常常準備啊。一來炒一下就有一個下酒菜。哦，所以都是現炒嗎？朋友都一個細節現炒。哦，可是炒這個要不簡單了哈。要先處理過。怎麼處理？要先燙過哈，然後再滷過，差不多要半個鐘頭的時間來處理。哦，所以今天有那兩頭料理哦，有點像是對老公的一種愛啦哈。對。好啊，等一下這位係最後一關的哦，最後一關了。對。啊，該下係偏手。等一下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你聽我有信心哦。大家發現到兩吹哦，家的主要的吹色呢，都是為了他愛的人煮的。對，很少說是為了自己，我自己好食咧。古時點咩係客家本人家長有個精神哦。懂咱們的，等下看下加油的哈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走咯。我最喜歡這種關卡了。哎呀，你不是好食嘛？該。我去搞好吃熱炒店的嗎？客家炒肉還沒懂好吃啊。其實哦，還有那個啊，青椒牛肉我也很喜歡。哦，還不會做的，那我們先去看看。好。我介下糖工我做蝦貢嘅細節，我就覺得很開心呢。可是你吃不到啊，你是吃芋頭啊，芋頭胡椒蝦的芋頭。但是因為我不會買嘅胡椒蝦，係用泰國嘅蝦貢嘅。我沒有。兩個係炒蝦哦，呀，較好嘅哦。肉質係軟。泰國蝦貢冇按。還有 Q 度，對啊。不過你一套菜哦，按到嗰個胡椒蝦嘛，吼。係。啊，胡椒那個胡兒係好朋友哦。唔係講好朋友，因為啲胡係愛自家種嘅啦。哦。有胡啊，成日學下講，還是嫁落去那邊啦。我覺得媽媽真，媽媽這個無私的愛，好感動哦。風水嘅兩位阿姐哈，你們是不是很愛吃蒜頭啊？係啦，蒜頭米哦，醃落去較香啦。然後另外一個跟飯酒咪凍好啦。哦。啊，第一下你蝦貢應該點處理？蝦貢炸。哦，用炸。那你要分蝦頭跟蝦身嗎？
不用啊，不用啊，我就喜欢整条炸。哦，啊，五二妹系拿来泡哈。哎，你等下能多转来哈，加油哦，加油，唔是紧张。你係嘛嘅東西？猪頭皮，哎，剛剛豬耳公冇啊？係啊，當上嘅。耳公。啊，咩係家熟嘅係豬頭皮啊？豬頭皮，耶，豬頭皮耳公。因為豬頭皮哈貪豬耳公哈斜。對啊，對對。那個是豬頭皮哦。對。這個不是散媽嗎？散媽咩？唔係啦。問一下吼。用乜來處理啊？用乜來滷啊？那就來吼，你說是糖果，糖果嘅水啊，就倒啲咁嘅嘢，就香料來滷。什麼香料？薑、葱、姜、蒜哈。其實你蛋腸血是動活血嘞。對啊，可以。對呀，對呀。爆炒過也很好吃啊，比較好吃，比較有香味啊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是豬頭皮、豬耳公，然後添椒、芎下炒哈。可是你敢買個豬頭皮、豬耳公真的下 low 嗎？我沒有做過。我媽超愛的，打敗百姓嘅西街咯，咩又炸貴炸嘅豬公。係啊。哦，我媽一定搶那個。別買個貴炸頭嗎？係啊。肉，然後肉一白哈，我不卡死肉，我一回家，哎呦，等一下貴炸頭啊，那個毛居然用真的假的？萬聖節，還經典的。萬聖節。唔係啦。哇！哎呀，做得出叫色的吧？係啊，係啊，該做得食的啊。係啊，我一家福卡食嘅豬耳公哦，我們係切刀咧，我們都是直刀切這樣。然後那下切啦。哦。好了，等下都做了。哦，好。之後我去那個相館啊，說我要父輩，他說什麼父輩？很欺負我呢。P 到咪頭，豬上我嚟分乜酒呀？好累啊！好大米哦！哎呀，好大哦！還可以都真的喂！福卡咪係用炒蝦來做呀？嘿，我都家裡都一檔貴啲嘛，差唔多10米就8個條誒。哦這有的是青蔥油啦。哦，係嘛？很好哦。啊，你還要泡幾久？泡一下就好。哎，我發現一個重點，前珍姐做一件事情，浮膠蝦。嘿，沒蒜頭給到咚咚咚咚，那已經多到我以為是開水餃店。所以跟他去門記啊，怎麼加安豆蒜頭？對啊，兩種個椒鹽呢吧？椒鹽還有胡椒。胡椒鹽，胡椒的胡真的會害我，有時候講廣播會講錯哎。有一次哈，我去那個相館啊，說我要父輩，他說什麼父輩，欺負我呢。好，等下先炒哈。先炒滴滴的油啦。哦，這個很棒的油哎，蝦油。哇，而家用下工嘅油落去泡哦，我跟你們說，特香。我嚟跟你就放啦。辣椒安豆哇！你梗唔係辣咧，唔係熱炒啊。因為你等下佢會加胡椒梅事啊。我辣到我嘅上啊。對，一條拉麵怎會上去分麥酒啊？這應該是叫做蹦酒料理了啊，沒有熱炒料理。哇，又變成是法式當代料理了。啊，你睇bomb辣係吧？跟胡椒。咩？冇按得等下都之後會焦掉，都有。我都先狂雞片好咧。好，這半頭，等下可能叫芎下。叫芎下熟到底咧。這加水哦，哈。有水哦。最重要的胡椒粉來加哦。哇！哦，先煸新香料。哇，豬頭皮，好 Q 哦。對。它在彈呢，要這個嗎？所以你要透出來，但講給他老公動好血的，你老公的朋友沒動好血。係啊。因為大白哈，搞這老公的朋友來到福卡嘅世界，通常老婆都覺得啊，又來了，但是他還會準備的菜色不只有鹹，所以有的時候菜裡面可以做一點變化。加藥嗎？醬油。加一點變化。哎，這樣快結束。青椒已經好了耶。還有酒。酒了。好了呀，那你的底下係豬耳公，然後豬頭皮芎下落去哈。可以啊。對。啊。翻手咧。好嘞哦。好嘞哦，夠腳哦，開多了。那我們趕快過去那邊一下。哦，那邊款式都差不多耳火嘞。我天哪，我這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！這太棒了吧！也太多尾了吧！
哎，老讲吼，萝卜嘅快炒店摸俺豆加给哈讲呢。快炒店那个怎么能比？节目啊，用哈对味啦。哦，谢谢干妈。真的。希望你们哦吃得哦合你们胃口啦。对，可以啦。我们是不是好了？好，我们先倒数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呐！另一款阿布卡的热炒料理都带奶酥卡赞的嘞。哇，第二次料理啊，是真嘅很哦热炒的料理哦，皮头米头。就像我来分马酒呀，这种热炒店就是有这种特色，比较重口味一点哈。先对风吹开始吃吃看呐。哦，这个肉超级盘，米头吼调到动沾掉诶，下个运动吃吼。哎，总业来有牛排很幸福个。很幸福，佢行刚才煮本西龙色的哟。哎呦，你看下半个鸡腿吼，石头俩吼，我都觉得。压力全消呢，真的业绩往上升呢，真的很针对我。好啦，全部嘢裝住，笑到嘴就喊唔起來啊！咩啊？聽啊，做生意啷個惡咯啊？懂啊聽啊？有滿意嗎？有哦，有滿意啦。你就會壓嘅嗬？就好。營養啦，很好啦。你上來是讓後吹出來。我冇思想啦。後生。好。天生你知道嘞？青好鲜，哈公 QQ， 新新鲜呐。对。不过你看炒一个皮料有没有？有拉豆，米头上有拉。皮料当然有它抖。真的。味道太强了，重口味的。好，那盛杰姐你觉得嘞？记得走动用办。好吃的。吃得很幸福的感觉。啊，两百下子嘞，好食，当香当有味。韓國大家全部講到一重點，就係見到嘅烏爾梅泡到凍麵凍河雪。韓國嘅烏爾梅是唔係凍葱，啊福建梅是咪唔係凍葱，大韓全凍肚河。好，你一下再攞混食一下，咱水做嘅香辣豬頭皮。好彈哦！啱好食咧，唔係過辣。對，而且我了解嗰個。搶這位啊，對吧？好，用同嘅用意了，因為一個重口味，個比搭蛋比較清淡一點。嘟嘟好厲害，徐永基你吃到嘞？現在煮一講吼，唔會衝落。嘟好爽啊！田真氣你吃到嘞？有人家豬頭皮啊，超多清 Q。好，等下來問一下哈，咱是個阿弟，你覺得自己做動用辦嘞？不會太辣，剛剛煮的時候有被嗆到。可是吃起來不會很辣，還算成功。尤其個豬頭皮吼，必須水醬個煮到爛爛，係啦。唔好了，它個啱淡淡的口感，凍河雪，西師傅水醬嗰種爛爛的，唔過今年唔賣哦。然後等下就要看兩位師傅用辦去評分哦。好，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搶你嘅齊師傅搶本分數。藍水，再接再厲，看一下邱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，你賺2片啊！你賺2000不要客氣了，好客氣了哈。搶手。齊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摸半個風隊嘅想法係講開，依家胡椒蝦油啊，其實做咧炒合走掉。該蒜頭米油啊，可能係摸白多，該香味摸出來。從一啲而家炒緊胡椒蝦油啊，先破過以後，到該胡椒油啊，一層一層落去炒好合走掉。啊個胡爾梅沒做得破到個，切到個脆脆咁樣，比較大啦。哦，是正常的咁樣。好，我為本料片哦，我嘅想法係講，佢個豬頭皮真緊又辣，切到又duż好，放緊墨椒真緊凍好。我冇試過安用嘅菜過，我未第一擺試到安用凍，我第一擺是安用炒過。凍過嘅評價哦，是冇？好，大家來談看一下邱師傅嘅評價。紅炊哈，因為今天的主題是下酒菜，所以它本身味道重了一點。我覺得它有符合題意啦，但是它的手法當然就要像徐師傅這樣子做，可能會芒酒哈，本來是1打會變2打。藍水哈，其實它的那個豬頭皮處理得很好，但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鹹度淡了一點點，但是它的辣度夠。
但是我比较偏好比较重的味道的，所以给红队。好了，今日成绩已经出来，总共呢也出料理哦，拿出不开本单都是十分厉害的，马上就有颁奖喽！耶！好，今日四个姐姐、四个妈妈呢，淑女都真劲喊惨的，故说两组都是大头苗。恭喜！现在恭喜凤翠得到前2年的加彩金。耶！恭喜苗！好，咱水今日是大头苗哦，所以得到2500块的加彩金。耶！恭喜！所以以后都做得老人家当傻逼讲哦，我来一家子煮出体苗哦。来，唱子他被参加新的老太太讲一下。今晡吼当幸福，有安尼机会来做一个客家天台吼，来到现场表演吼，真是一辈子难忘了。真的，谢谢2位主持人，还有那个2位厨师先生，还有那些工作人员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天成记一定要被参加新的老太太讲一下。当天心来到啦，一家之主的个节目，本来就录啦。主席的比赛从来不是参加安样的节目，真神奇呀！希望大家主持人老个评审老师，大家按常识本来就大家有那机会，谢谢。恭喜！听你的吼，按常识带来按好食的料理哦，按常识按姿势。好，大家来访问一下，今日表现都动好。韩国主今日拄到万圣节嘅圣节阿姨哦，帮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参加的感想好吗？今天来参加啊，抱着一个快快乐乐出门、很开心的心情来，有参加不一定要得奖。哦，真的，那我们就收回去喽。啊，这个多少有补贴一点啦，哈。我想讲，啊，对，不是参加了哈。哎呀，好搞啦，哈，好搞啦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大家都要问一下吼，虎口一枝花，200阿弟。来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参加的感想好吗？今日哈当算是啊。都参加亚洲俩节目，大家都这么照顾，这么好，好，希望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大摆读阿姐广播嘅书章，啊，就动电影笑，因为是较太笑咁样。哦，其实咯，4个姐姐来参加比赛，家头都当欢喜又当跳，当期待。特别呢，参加过后，我今日想讲，我日过来哦。所以呢，你今日色彩当幸福，这个是到人家就按到小妹嘅、小奶嘅、心口细龙嘅好料理。那你把我过来哦，好吗？好嘛。哦，所以咪今日非常欢迎所有做电视机嘅前辈嘅朋友，看到你节目以后，冇说咋个期待咧，加来报名参加好冇？好。一家之主，等等你 Q 下来要到毕业到闹年喽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